伫咧中华新港的防疫主管公司，目前正咧进行分化路抢办工程。昨早起呢，包厢伫咧按吊车抢过的时阵，却发生意外落落来，喊到一个55岁工人，当场是无喘过心跳，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。检事认定讲，这厂商无照一个标准停书来施工，要求因随停工，上悬会当罚到30万。 救护车赶紧开入厂区，这10个人倒伫涂骹袂振动，其他工人为伊咧做 CPR， 救护人员马上接手抢救。在将滨产业园区的防疫资源公司，自较早起8点左右，包厢咧安装吊车的时阵，发生落落去意外，当场弄到55岁姓何的工人直接无喘气心跳。 我们接手评估就是没有生命迹象，右侧胸腹那边有擦挫伤。我们接手开始 CP 一样实施 CPR 加 AED， 叫上颈圈常备板，然后就近送往彰滨秀传。交通部职安署表示，这工案意外是因为安装时阵无照标准操作定数，已经命令防疫资源公司停工，各照职安法罚3到30万。 吊挂的时候，下方都不能有人嘛，要做区隔嘛。他的腹壁断掉，去压到人。这何工人送去将滨秀团病院急救，经过检伤发现，除了这病现较切伤，腹肚腰内出血，骨盆加这较大腿骨折，已经救袂回来。 病人送来急诊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，那我们发现是他腹腔内有出血，那后腹腔也有出血的情况，那怀疑骨盆有骨折，右大腿可能有变形，也有骨折的情况，虽然抢救还是依然无效。 吊车医院停在防疫厂区，由于救防所线咧进行的分化路抢办工程已经停工。职安署表示，专案医生将化地检署经办调查，什么时阵复工是无时间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